萬聖節就嚟到咯喎，小朋友，你哋知唔知道萬聖節會做啲咩㗎？今日妍妍姐姐上嚟分享一個萬聖節嘅小故事，Trick or Treat。萬聖節到了，來一起裝扮。我是裝成南瓜好，還是裝成小鬼好呢？讓我想一想。噔噔，你看，我變成了小南瓜，穿着南瓜裝，帶着南瓜籃子，出發討糖果去。有人在家嗎？我來討糖果了。來了來了，是誰在敲門？Trick or treat， 快把糖果拿來，不然我要搗蛋了。呵呵，不要不要，糖果給你，別搗蛋。哇，姐姐，我拿到了很多糖果，萬聖節真快樂！